台湾年度代表里经过26天，民众就去选，结果出来啊，把这个字以15000票摕到第一名，把正做2025年的代表字。若要用一字来代表2025年，这年你会选什么字呢？是诈骗的诈，土啊桥林的土啊，小天的天，也是罢免的罢呢？台湾2025年年度代表字是“罢”字。罢以15000票摕下2025年年度代表字，也那第二名是摕到7500多票的诈，第三名是因。这个投票其实是应是开放到前天吧，所以那个投票时间其实是蛮长的。那可能我们的读者对于这个大罢免这件事情，他可能记忆非常非常的深刻。年度代表里反映当年的社会甲国家的情势，受邀请出席的巴黎奥运拳击金牌林孝廷讲，看到2025年的疫，就想到迄个时阵的情形。当时我们可以训练，但就是没有办法出国比赛。疫情时无法度出国比赛，只用一直训练。冬奥延后一年举办，结果头一届就失败。严过林孝廷无失志，终于2024年巴黎奥运夺得金牌。今年毋是亚奥运年，又要按照计划训练，为此伊选的年度代表里是个一位顶尖的运动员、优秀的运动选手，如果你没有强大的意志力，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的话，是很难持之以恒的，就是走到最后，然后可以站上梦想的舞台，甚至站上最高的殿堂，然后最高的颁奖台的位置。今年8月，世界拳击总会颁布规定，独立强制性的性别检测规则。咱拳协已经交到林孝廷的检测报告，不过根据了解，协会拢还未收到回复。林孝廷缺席9月世锦赛，11月下旬的年终赛也无参加。对着今年的困境，伊无放弃，也对应着月这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